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呢一場戰爭要停，仍然係有好多障礙同埋變數。特朗普其實係唔想打奪島戰同埋地面戰嘅，但係又唔想自己同埋美國嘅面子係掃地。佢用嘅一招就係極度施壓，然後就揾藉口同埋落台階 tackle。美國仍然係偏幫以色列，以色列今天就應該已經知道。鐵穹防空系統就已經係破防，以色列係擋唔住伊朗導彈同埋無人機嘅飽和攻擊，亦都係好困難攔截唔到伊朗嘅高超音速導彈。內塔尼亞胡應該就係改變策略，伊朗就由美國一手對付，就算係有損失都係老豆自己嘅事，而自己就猛力攻擊黎巴嫩嘅真主黨，奪取黎巴嫩嘅領土同埋水資源，即係擴大以色列嘅版圖。同埋攞到喺中東好珍貴嘅水資源。只要美國仍然係偏袒以色列，特朗普要面子，要攞到戰績，又要伊朗讓步，咁呢一場中東嘅混戰，暫時嘅停火同埋永久嘅停火就唔會嚟得容易。4月7號，特朗普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就吹噓美國對伊朗嘅軍事打擊目標已經係超額完成。並且係接受伊朗10點嘅談判方案作為談判嘅核心要素，係一個可行嘅談判基礎。但係特朗普嘅言論就好怪啦。既然美國嘅軍事行動係打贏，已經超額完成，點解唔係逼伊朗按照美國嘅條件談判？而伊朗最高嘅國家安全會係宣稱今次美國同埋以色列係被逼接受伊朗10點方案嘅核心元素。由巴基斯坦做中間人進行談判。咁我哋先睇一睇伊朗嘅要求：取消所有1級同埋2級對伊朗嘅制裁。1級就係美國對伊朗嘅直接制裁，2級就係美國逼自己嘅盟友去制裁伊朗。咁即係話伊朗就返去世界嘅金融同埋貿易體系。呢一點應該美國可以有限度應承。第二點，霍爾木茲海峽嘅管理權就歸伊朗管理。呢一點對美國就好困難。如果應承咗伊朗，美國嘅海洋霸權就開始下墜。另一點就係美國嘅軍隊要從中東撤走，咁就會刺痛美國啦。美國喺中東嘅影響力就會失去，美國嘅軍事霸權又何在？另一個條件就係對伊朗同埋伊朗嘅盟友停止一切所有嘅攻擊，包括真主黨、胡塞武裝同埋民兵組織。透過巴基斯坦做中間人，呢一點美國係知道嘅。不過以色列就即刻出嚟話，今次嘅停火係唔包括黎巴嫩在內，並且以色列係立刻攻擊黎巴嫩，導致超過200個平民係死亡。特朗普又偏袒咗以色列，向傳媒講今次嘅停火協議係冇包括黎巴嫩在內，導致伊朗係憤怒，考慮退出今次嘅談判。另一個條件就係美國凍結咗伊朗嘅海外資產，係需要解凍。呢一啲資產原本就係伊朗㗎啦，特朗普可能係會應承嘅，俾返伊朗，美國都唔會失面子啫。仲有就係美國要接受伊朗擁有濃縮鈾嘅權利，呢一點為咗以色列、為咗美國開戰嘅其中一個目的。美國都好難應承，應承咗就即係話原本嘅目標係達唔到，就係向世界承認呢一場仗美國係打輸咗。仲有就係唔可以限制伊朗嘅導彈射程發展。伊朗今次係用咗導彈飽和攻擊，同埋鎮山之寶高超音速導彈，將戰爭嘅態勢翻轉。所以伊朗一定係要堅持嘅。而伊朗為咗達到永久和平，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有法律約束嘅決議，一個國際法嘅保障同埋保護，確保伊朗今後嘅國家安全。而伊朗今次呢一場戰爭係被攻擊為一方，生靈塗炭，錦繡河山就毀於一旦，部分嘅基礎建設就被毀，領袖就集體被暗殺。作為受害嘅一方，就要向美國要求賠償。美國開戰之前係定下咗一啲目標，伊朗嘅政權係要更換，變為一個親美嘅政權。伊朗係唔可以發展核子武器，係唔可以擁有高含量嘅濃縮鈾，亦都唔可以發展遠程嘅導彈。主要就係為咗以色列嘅安全，同埋美國喺歐洲軍事基地嘅安全。
大家都仲記得喺軍事期間，伊朗係發射咗一個4000公里嘅導彈去攻擊喺印度洋嘅美國軍艦，仲有其他目的嘅。打殘咗伊朗就係打殘咗伊朗嘅盟友胡塞武裝、真主黨、哈馬斯同埋其他民兵組織，因為大哥係嚴重受傷，咁呢啲小弟就會係一蹶不振啦。今後唔會構成以色列嘅國家安全，以色列就成為美國打手，係中東嘅小霸王。美國喺中東嘅影響力就最大，石油嘅定價同埋美元霸權，石油美元就穩妥啦。話唔定今後親美嘅伊朗政權就會向美國奉獻咗伊朗嘅國家財富啦，即係石油同埋天然氣，破壞咗中伊嘅戰略合作協議，破壞咗一帶一路嘅發展。戰爭勝利啦，美國嘅中東盟友會仰望美國，中俄喺中東嘅影響力會下降，美國喺全世界係聲威大振，討好咗美國嘅猶太人金主。到時中期選舉，特朗普嘅共和黨係大勝，特朗普就寫上美國嘅歷史書，先打贏咗委內瑞拉，跟住就係伊朗，然後就係古巴。特朗普喺美國歷史當中就係一個好威猛嘅總統。以上所講就係特朗普發動呢個伊朗戰爭，佢想象應該係會得到嘅紅利。以今天嘅局勢嚟睇，特朗普就係諗得太美好啦。呢一場戰爭未開戰之前，美國想攞嘅，目前係未攞到，並且係已經有所損失。包括軍人嘅傷亡，包括軍事武器同埋基地都被摧毀，仲有就係戰爭所花嘅錢，同埋美國航空母艦同埋最先進嘅隱形戰機喺戰場上不敗嘅神話已經係破滅。今次喺談判桌上要攞得更多嘅係伊朗。特朗普話伊朗提出嘅10點係可行嘅談判基礎，而中間人係親中嘅巴基斯坦。佢嘅外長同王毅係有緊密接觸，中俄係企喺伊朗嘅背後。4月7號喺聯合國，巴林係提出以國際嘅力量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中國同埋俄羅斯係投咗反對票，原因就係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呢一個危機根源，就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對伊朗嘅侵略。今天伊朗係為咗呢一場唔公義嘅戰爭而自衛，唔能夠讓伊朗單方面承擔一切嘅責任。今天再唔係美國說了算，美國並冇佔上風，談判權唔在於美國。但係我哋知道特朗普仲未係死心嘅。4月9號傳媒有報道，特朗普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發言，美國嘅軍人已經預備好啦。如果今次同伊朗嘅談判係失敗，美國對伊朗係唔會手軟，並且美國係派咗無人機進入伊朗嘅上空進行偵測、搜集戰爭嘅情報。我今天嘅推測將來係要驗證，特朗普係要用極度施壓，要伊朗喺談判桌上讓步。畢竟特朗普係要向美國人民交代嘅，太過冇面子嘅條件，美國係好難應承嘅。或許特朗普係想賭最後嘅一鋪，喺呢2個星期之內係部署，對伊朗係快攻，亦都快走，重手打擊伊朗一次，逼伊朗投降，或者喺談判桌上讓步。所以大家唔好太樂觀至中東呢一場戰爭同埋談判嘅過程都會係繼續糾纏落去。我會繼續同大家更新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